大家好，我係跨學科學院嘅副院長劉培新教授。跨學科學院 Academy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簡稱 AIS， 係香港科技大學最新成立嘅一個學院，提供創新嘅跨學科本科生課程俾同學報讀。世界經濟論壇喺2023年發表嘅教育 4.0 框架，就強調要培養全方位技能同終身學習嘅重要性。面對新嘅時代挑戰，我哋要培養有專業技能及具備批判性思考、創意解難同埋適應力等軟實力人才。跨學科學院正正就係以學習無疆界 （Learning without boundaries） 嘅概念，去推進創新同跨學科嘅教育同埋科研。同學可以選修唔同範疇嘅知識，從而培養多角度去分析問題，同時間可以融合跨學科嘅知識，去組建一啲創新解決問題嘅方案。跨學科學院現時有5個本科生課程，包括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 DDP、環境管理及科技課程 EVMT、跨學科自選主修課程 IIM、創新設計與科技 IDT、可持續發展及綠色金融課程 SGFN， 以及延伸主修 Major Plus X 嘅課程。科技及管理學雙學位課程 DDP 可以俾同學喺5年裏面攞到2個嘅學士學位，包括工學 Engineering 或者理學 Science 嘅學位，再加埋一個工商管理 BBA 嘅學位。喺 Engineering 同埋 Science 嘅學位方面，亦有好多個主修選項俾同學，包括而家比較熱門嘅 AI 啦、Computer Science 啦、Computer Engineering 啦，同埋 Biotechnology。Business 方面咧，熱門嘅有金融、經濟、環球商業等6個主修選項，加埋可以有84個唔同嘅組合，同學一定揀到你想讀嘅主修。DDP 同好多國際企業，包括 Meta 啦、Google、Arab、UBS、Bayer、JP Morgan 一齊合辦 Corporate Project， 俾同學實際解決唔同企業面對嘅問題。DDP 多年嚟同美國、德國、巴西、新加坡、沙地阿拉伯嘅大學合辦國際商業計劃比賽，唔同國家嘅同學組成隊伍，就住一項新興科技去構思一個可行嘅商業計劃。DDP 同學啱啱喺2025年去咗美國同台灣參加比賽，可以講 DDP 就係立足於香港，面向國際嘅一個課程。DDP 畢業生大多數從事銀行、金融、工程以及顧問等行業，亦都有同學開始成立自己嘅初創公司。環境管理及科技課程 EVMT 旨在培訓對環境有熱誠嘅新一代環境管理專才，喺社會唔同嘅界別去推動可持續發展。EVMT 涵蓋理學、工學、商學、人文社會科學嘅課程，並且提供環境管理嘅專業訓練，包括能源資源嘅應用、環境經濟、綠色商業策略，以及而家好熱門嘅 ESG 環境、社會及管治嘅專業顧問。EVMT 每年都會帶同學去其他嘅國家同埋地區，實地考察當地環保政策同埋措施。已經去過德國、南韓、日本、新加坡、中國內地交流同埋學習。EVMT 已經有超過一半嘅畢業生加入咗唔同嘅商界，推動可持續發展。亦有越嚟越多嘅同學從事環境顧問同埋 ESG 環境社會管治嘅顧問工作。跨學科自選主修課程 IIM 俾同學一個好大嘅自由度去設計一個屬於自己嘅主修課程。呢個喺大中華地區其實係第一個自選主修嘅課程。好多海外著名嘅學府，好似哈佛、耶魯、
加州理工等等，都有類似嘅課程，係為一啲好清楚個人興趣同埋志向，而且具有潛力嘅同學而設立，希望幫到佢哋跨越而家有嘅學術限制，完成個人專屬嘅主修。IIM 賦予同學好大嘅主導權，去配合自己個人嘅興趣、志向同埋職業發展，去設計自己主修嘅課程。同學除咗可以選擇喺科技大學唔同學院嘅科目，亦都可以修讀喺香港甚至海外院校嘅一啲科目。喺呢度，大家可以見到過去幾年由 IIM 同學親自設計嘅好獨特嘅主修課程。創新設計與科技課程 IDT 係香港首個體驗式學習嘅本科生課程，培訓技術專才同埋創新人才。通過呢個 IDT 課程嘅跨學科培訓同埋實踐學習，俾同學掌握設計思維、系統思維、特定技術同埋企業家嘅精神，用創新方案去應對世界不斷變化嘅問題。課程採用小組同埋專題研習作為基礎嘅教學方法。同學由2年級開始，每年都需要完成一個專題研習 project， 俾同學有機會將各種設計技巧同埋系統思維嘅方式融會貫通。同學同時可以學習到工程同埋商業學科嘅專門知識，而同學嘅 project 其實都有業界嘅夥伴、行內嘅專家同埋潛在用家一齊參與，令到同學可以親身體驗點樣去解決一個實際嘅問題。IDT 畢業生出路都好廣闊，包括有工程師啦、產品經理、顧問、分析師、程式編寫員、設計師等等，亦有好多同學選擇繼續進修。無論係喺科技公司、學術機構定係其他嘅上市公司， IDT 嘅畢業同學都可以喺唔同崗位上面發揮所長，推動社會嘅創新。可持續發展及綠色金融課程係由商學院同埋環境及可持續發展學部合辦，培訓可持續發展及綠色金融人才，幫助香港發展成為綠色金融中心。跨學科嘅課程設計涵蓋商業、金融、環境同可持續發展嘅範疇，培訓同學掌握可持續發展及綠色金融嘅最新資訊，同埋所需要嘅專業知識同技能。喺 ESG 嘅大環境下面，無論喺香港、大灣區，甚至全球嘅綠色基建，加上喺全球碳豐同埋碳中和嘅願景下邊，對可持續發展及綠色金融嘅人才有極大嘅需求。延伸主修 Major Plus X 係一個嶄新嘅課程架構，為本科生提供一個額外嘅學位課程選擇。喺傳統嘅主修以外，加入延伸主修，俾同學同時修讀新興領域嘅課程。延伸主修非常強調與時並進嘅需求同埋實際嘅應用。我哋而家提供緊3個嘅延伸主修，分別係人工智能、數碼媒體與創意藝術同埋可持續發展。我哋希望同學嘅主修同埋延伸主修可以相輔相成，俾同學應用同埋實踐跨學科技能，嚟解決佢哋專業領域嘅實際問題。喺嚟緊嘅將來，我哋更加會按社會嘅需要，加入更多新興領域嘅延伸主修。聽完我嘅介紹，希望大家對跨學科學院 AIS 嘅本科生課程有更多嘅認識。我亦都歡迎你繼續瀏覽我哋 AIS 嘅網站，同埋 follow 我哋嘅 social media。當然，如果有咩問題，我哋更加歡迎你隨時聯絡我哋。再見。